来看今年7月时，这新德市呢，伫中央路甲文化街口来实施敬老的爱心交通号志。也毋过试办3个多月的时间去啊，有人是讲好，嘛有真侪人是毋知影有这款装置。市政府表示讲，未来会搁加强宣导，教民众安怎使用。 用敬老卡伫感应的所在比一个，就会当互车顶延长10秒，互时大有更较侪的时间过车路。这是新德市伫今年7月开始试办的敬老爱心交通号志，虽然已经实行3个多月咯，有民众学了这项做法，不过嘛有不少人根本唔知影要安怎用。我觉得很好，像我这个有点中风的人非常好。没有用的，那么近。无效啦，你讲不好啦。安怎讲？ 这个距离又不远，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情。另外，有民众批评讲，对视障朋友来讲，这装置根本就无效，而且出门若是袂记你扎卡片伫身躯顶，嘛是袂用的。针对民众的疑虑，新德市府回应讲，会观察使用的情形，过来调整。目前敬老爱心号志只提供真正有需要的高龄者以及身心障碍的民众来感应。那刷卡之后呢，下一次的绿灯秒数会从18秒增加为28秒，提供充裕的时间让民众来穿越路口。是否也会持续观察民众的使用情形，滚动调整。市府指出，新德市65岁以上时代人口大约15%，未来除了会搁加强宣导，教民众了解敬老爱心交通号志安怎使用。针对未来敢会扩大服务对象，市府讲会搁看使用状况来规划刷落去安怎来改进。记者杜君和新德报道。